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让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我是阿德。你好，我是红。咱搁转来啊，搁过一个礼拜去啊。你移风车煮好啊，对无？对。煮了什么感觉吗？感觉吼，无。你煮 AZ 嘛，对无？哦，不。你毋是 AZ？我是煮，甲你讲，我煮咏春。啥做咏春？你青春咏煮？不，迄就一个笑话。伊讲做，那要讲残句呢？残句无好听啦。阮就一个笑话，一个群主咧讲，这个甲改名吼，残句啦，莫讲残句。那讲咏春呢？咏春呢，就是做台语的咏春，剩下的属实别讲意思啦。你想咏春毋是较好听？无啦，我煮咏春。你是有春的来做的，你毋是真正意约的迄款的。我较好运去咏春的，去咏着春的，所以你会使青春咏煮啊，咏春的对啊。迄你甲我问讲有啥物反应吼？你嘛是 AZ 吗？无，是莫德纳。你是煮着莫德纳。我就讲笑，我讲摩托罗拉，我囝甲笑，又毋是手机啊，讲摩托罗拉，我讲敢若真好讲安尼摩托罗拉，莫德纳，你是莫德纳，莫德纳。无啥物反应，只不过是注射的所在吼。第二天开始小可呢，敢若种的一丝仔尔啦，小可静静，一点点有点。伊早有讲啦，生粒国语安怎讲？生粒啊，你讲小可敢疮啊呢？无敢若看下，毋是长疮。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敢若咱有时会去影响着无？迄抬不起来，会压不起来。伊敢若你爸会慢按安尼，肌肉紧绷啦。对，会安尼啦。大概2天。主第一天无，第二天小可，第三天一点点再来就下来了，第四天拢无代志啊。过来就好啊。迄是敢若住的所在，你后壁到时嘛是搁住第二剂。听讲莫德纳是第二剂的副作用较明显一寡。AZ 敢若是头一剂较明显一寡。毋知影你，毋知有啥物人莫德纳第二剂叫伊出来分享。拢是安尼，电视上传说安尼讲尔，是网络传说安尼是毋是伊有共款做莫德纳的第二剂，再请伊出来甲咱分享。这我都毋知影。都毋知拢安尼讲尔。反正伊我知影讲伫即个网络顶管已经会使做意愿登记嘛，做即个预防针意愿登记。大家若有知影即个代志，有听到即消息，就紧诶有机会紧诶来去登记一下，看法度提早去做着预防针，无尽量。或即个疫情会使较紧诶过去安尼大家来无嘛做者会较心安，真诶啦，做心安嘛好啦，真的会啦，会啦。我咧即个注意防晒代志，咱都大概也讲过若有做着恭喜大家啦，无做着大家都是共款，毋管你有做着无做着，该预防啦，该做诶即个防护诶一寡预防诶即寡措施嘛是爱做包括你喙暗共款爱刮手毛细胶白乱摸等等，这大家拢知影。大家拢知影着，家己毋当讲注射或者当作无代志啊，无即回事代志毋对，共款爱保护啦。咱讲到咱家己诶这部分，我最近接到搁较济即个无共款诶回应大家真热情啦，因为可能发现讲原来其实真济。包括少年人对台语其实毋是讲伊无想要接受，是无一定有即个机会有的人讲伊的工作的环境或者是其他的包括厝内人无一定会甲因讲台语。是哦，即嘛拢伊用华语伫讲。所以其实毋是讲无想要接受，是无即个机会。拄好有咱即款的单元嘛
无特别教大家讲，你就一定爱学啥物字啥，毋管你就是至少希望讲大家听了会关系，听了会讲哦，对台湾即个土地嘛有啥一寡兴趣。啊，你若有一寡朋友来甲你家乡，甲你的故乡，或者是你家己伫即个生活的所在，会使慢慢去认识搁较济过去发生的代志，其实安尼就好啊。我做即个单元其实无要求要互大家讲啊，你的台语着爱到啥物程度，爱讲话爱偌紧。因为我讲台语紧是我家己自细汉我的母语就是安尼吼，习惯啦。嘿，我厝内我嘛会讲台语吼，啊我过去做的工课有诶嘛，甲台语有关系，所以一直拢有即个训练，毋是讲超工训练，但是自然就会晓吼。无啦，即个物件母语尽量是甲留倒来较好啊。因为你加学一种也无损失啦。对啊，就是你愈用你就愈好，所以毋通惊讲歹势讲，嘿啦，讲无好，安尼制作笑话佫较好咧，佫较趣味咧。嘿嘿，因为像我最近定伫用即个 Clubhouse 吼，嘛会去一寡台语房吼，甲大家开讲啊，我今日嘛帮你装啊吼，所以有兴趣，大家若有兴趣的，可以会使去揣，我之后再来公布即个刷红子的伊的即个 Clubhouse 的 ID 吼，大家会使去揣，无伫会使内底猛开讲吼啊。拄仔讲到真侪即个无共款的回应吼，真侪种一寡回应吼，包括有一个心理师哦，伊嘛有做心理师干杯嘛，是一个 podcast 频道吼，伊嘛有留话互咱吼，讲伊真介意即个上新的单元，我感觉讲即个台语节目就亲切的吼，就有即个亲切感的感觉吼，所以嘛真介意安尼吼，所以咱就多谢伊留话，对，吼，感谢你。啊，咱顶解讲到即个咱的顶一集吼，顶一集就是溪南溪北之争宜兰200年心结吼，咱差不多讲甲8通年尔，啊，后壁还有7-80年还未讲着，因为这话伤济吼，所以但是咱嘛是爱再大概来做即个真正的提要吼，互大家小可回想一下，大家来回想一下，比如讲咱拄讲溪南溪北即个溪。溪是啥物溪？就是南洋溪。宜兰上主要的河流叫做南洋溪。啊，较早做宜兰露水溪。听讲抽口啊、抽水啊，所以改名，包括即个下淡水溪伫咧高雄屏东中，到尾啊嘛，共款抽水啊，民国47年的时阵改名做高屏溪。啊，那即个内底一寡细节包括抽口啊是啥物意思？口即个字真特别，写一个伊的华语写一个大豆的豆。内底一只龟，乌龟的龟。啊，真歹写，真歹写，我连龟都特别写袂出来，我写蕉哦，华语念蕉哦，所以抽口啊就是念蕉哦，念蕉就是泥口啦，正式叫做泥口，泥就是两支手指头给提起来嘛，吼，台语叫做泥拿啦，嘿，泥是念，就是你大指头啊，甲二指头提物件起来，或者甲捏起来，捏抓条啊，那国语是用捏吗？念哦，一个起手旁，嘿啊，又加手边是占卜的占，哦，是安尼哦，念蕉吼啊，咱台语叫做泥口，泥口啊，较俗语讲就是叫做抽口啊，俗称叫做简单讲抽，所以咱定定讲来抽口啊，抽口就是做抽签啦，对，啊，抽口啊详细一寡解说，包括口这个字吼，包括伊个衍生出一款物件做口诗。诏书分家会用的一款合约书吼，这物件我伫咧我 Instagram 顶管拢有做详细说明，因为时间有限啦，我大概拢想讲伤长，所以这部我就无讲，话太济，所以我就无讲伫遮做说明吼，大家有兴趣去 Instagram 顶管会使看会到。啊，只是来补充一下，讲我顶解有讲到即个南洋溪吼，伊法院来自山脉吼，是即个是讲伤紧讲毋着，其实是来自中央山脉。中央山脉，中央山脉，中央山脉内底南湖大山、南湖大山吼，就是为迄个所在发源的。宜兰东西是有2条河流，拢是为遮发源地，就是南洋溪。我又讲话讲足紧的。你知哈？因为我大概拢伫赶火车吼，大家会使放慢速度啦。其实你用 podcast 听的时阵，你会使放慢，比如讲你用1.5倍，你会使放较慢，唔使收较紧。你著收啊较慢一丝。我惊我时间无收，讲一个伤长。啊，个即个另外一条就是宜兰河，过去嘛是发源自即个南湖大山，共一个发源就对啊。当时也有一个名称叫做西势甲东势，所以罗东地区都东势地区，溪北就是西势地区西边啦，东西两方，东势甲西势。那其实就是因为两条溪东势叫做东势大溪甲西势大溪。
毋是台中迄个东西，迄这两个所在拢东西，无关系吼。毋是即款，但名字是共款，吼，地势关系。分东西南北的意思。这两条东车是拢是共一位法源的。啊，到尾因为日本时代截断即个南洋宜兰河，截断宜兰河的来源。所以宜兰河到慢慢萎缩，变成较细条。伊当的水源主要就是为大溪山区内，差不多1200公尺左右的悬度尔。都毋是为中山脉来啊。河流的跨度都无较宽。对啦。较早是走来走去，敢若活的共款，但随时拢无共款的变位吼，这咱上莫管。只来补充一下吼，咱顶解讲毋到的所在。过来咱有讲到讲，因为即个南洋溪组架吼，所以当初是即个汉人开垦时一开始，敢若较溪北的5围，也就是当宜兰市啊。宜兰市即个所在，后来因为即个专溪海盗甲漳泉海盗的械斗，专溪就是泉州人甲客人，所以因的海盗就是拍做伙嘛，相拍。搁摆搁有即个漳泉海盗，漳州人甲泉州人拍做伙。过来又搁发展一个即个叫做原汉海盗，就是原住民。甲即个汉人搁拍做伙，这原汉，你简单讲甲汉人合作做原汉。你若无解释人听。讲久的漳泉海盗大家较习惯啊，其他较毋知影，但是共款的意思。所以拍真侪解，即个拍了，即个甘仔兰人啊，搁有一支咱顶下有讲到即个汉淮巴仔族，巴仔族是为台中过来的，咱。下一集，然后大家会使先移过去。下一集咱就会讲到巴仔族的故事啊，即个巴仔族的人，经过即个渡过即个南洋溪，来甲迄时无南洋大桥，是无法度过一桥就简单迄时过来是真困难。来甲溪南的罗东来发展，所以规个清朝时期虽然有即个族群来甲罗东，也就是溪南地方但是大部分漳州人上济嘛，漳州人佫伫溪北，遐发展嘛上紧，嘛伊这发展嘛是以溪北为主，一直到咱顶解有讲日本时代是因为即个陈顺贞，迄个时阵的家长。鸡范围真大，迄个时阵鸡是一直甲苏是苏澳军苏澳军以北就是属于罗东军，所以以在面积较大啦。嘿，鸡规一个鸡就是一个镇的大小，所以罗东鸡是等于罗东镇，所以就是罗东镇长的意思。嘿，罗东镇长的业无毋对因为伊争取即个罗东作为太平山林业的即个集散地就是大家木材送去遐去嘛所以罗东遮尔快速的发展，即咱顶解讲甲即个所在尔刚刚讲到日本时代顺便补充一下，咱顶解有讲到即个原住民转台湾有一个原住民的民族是无伫出草，咱讲出草是讲秀拉帕拉是兰屿对无？达悟人，达悟兰屿咱顶解无袂记你去讲到伊的台语发音嘛做兰苏，你定兰的合口嘛就是有时有当时讲话习惯的关系对，但是其实也是兰苏啦，就敢若彭佳屿，有一个所在叫做彭佳屿，对吧？彭佳苏，咱就讲彭佳苏彭佳苏，所以屿这个字岛屿的屿较特别，所以有一个苏是喙尖尖苏，苏所以有一个。乐团叫做灭火器，灭火器。杨大正，有一条歌真有名，叫做岛屿天光。所以若照正常咱那用台语来念，其实应该念做岛屿天光。天光是伊其实是讲天光啊，毋茫讲天的光的一天安尼感觉天亮了。迄个岛屿其实就念做岛屿。你袂使念岛屿你讲足奇怪。岛屿，这互大家知影一下。过来，真正讲转来正题，为顶解讲到即个日本时代木材产业开始的即个代志。你遮咱来补充一下都讲到即个陈顺贞即个人，陈顺贞非常之重要。对罗东来讲，罗东现在发展会使讲真正是伊的功劳，真大的比例伊功劳非常之大所以咱来讲一下陈顺贞即个家长的代志。咱都有讲到讲。当时罗东是属于台北州罗东郡罗东街，罗东郡的范围包括大部分溪南地区的这个乡镇包括这个五结，包括罗东，包括东山，真大哩，但是无包括苏澳，苏澳是属于苏澳郡，另外一个分部的
整体来讲有一段时期，宜兰规个宜兰县内大概分3个郡，就是宜兰郡、罗东郡加即个苏澳郡，就这3个大个郡尔，都嘛是迄个时阵人口较济啦，中心拢是人口较济的所在。除了咱刚顶解讲的即个罗东林场是伊争取来做建设的以外，伊其他伊任内做即个家长的任内有参加到的即个物件，就包括有丢失即个自来水厂，所以当时罗东的自来水厂嘛是即个陈顺珍去争取来的。过来昭和5年，就是西元1930年的时阵，佫找来日本的王子制纸做纸厂的王子制纸伫咧台湾来到台湾了后，成立即个台湾兴业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就是咱当讲日本就是等于讲。就是等于讲台湾当地讲的股份有限公司啦，就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意思，或者台湾兴业，兴业，这就是后来中兴纸厂的前身，它的前身，中兴纸厂进前就是这个台湾兴业株式会社，就是安尼来，伊来到宜兰这个所在来设厂，另外佫去这个。罗东家业场，家业场就是罗东电工所的前身。目前罗东电工所迄个所在嘛是一个历史建筑啊，真久啊，就是伫陈顺珍的年代起来的政工所。所以你就知影讲，伊对规个罗东发展占偌大影响，很大的贡献，贡献嘛真大。咱讲到这个中兴纸厂伊制作纸品的纸的这个品项真侪款，真侪。但是有一项较特别的，叫做新闻纸。新闻是，你若日语讲到新闻是，新闻其实日语内底就是咱讲报纸的意思啦，就是报纸伫用的纸。对啦。这纸质较特别嘛，咱真少平常时真少看到这款纸质，除了报纸以外，对无？尤其若到过年过节年节的时阵，伊就因为真侪代志咧发生，迄报纸的印刷量嘛较大，大家买报纸所以伊时阵就拢会专力赶工，就是过年之前拢会专力赶工来生产这个新闻用纸，来做印刷用的。这是中兴纸厂较特别的所在。印新闻的用的，印新闻的，应该讲印报纸，因为台湾伫讲新闻，其实包括电视嘛做新闻。咱一般纸本的迄个都报纸。但是新闻这两个字，新闻迄伊伫日语内底是报纸的意思，所以小可无共款。那讲到中兴纸厂，伊其实内底出过一个真有名的名人啦，叫做郑南榕。郑南榕，我们在打过偌济人知影这个人，但是伊地位非常悬，真重要。伊就是伫咧戒严时期咧争取言论自由，到台湾独立，伊上名的这两件代志，伊互人认为讲伊当时伊伫台湾的这个地位，就是所谓的民主斗士的这款的地位，包括咱有言论自由日，每年应该是4月7号，新历4月7，我若无记唔对，就是纪念叫做言论自由日，言论自由日安尼。伊细汉的时阵，就是伫咧中兴纸厂伫生活，因老爸号做郑木松木生，拢木材的感觉木生全部拢木材，伫纸厂内底足适合的，搁伫罗东安尼当然其实中兴纸厂打目前所在迄个位置是属于五吉乡。二级属于五吉乡，但是因为伫罗东边啊，一般咱说讲，对，就是伊伫咧郑木松伫咧28事件了后，透过亲情的介绍，来到即个中兴纸厂的福利社，开一间理容院，讲替人剪头毛的，理头发的，理容院就是因为即个所在有免费宿舍通好住，所以就真方便。咱讲到住即个字咱。外口的，咩来讲？住外口的人啦，就是咱若毋是住伫家厝的啦，厝内的人，大概拢会知影。咱的这开销日常开销上大，其实就是厝税、厝租，厝税、厝租所以咱定来讲，你即个月纳厝税啊无？纳厝租啊无？但是咱袂讲房租咱大概你讲租厝嘛，才厝租啊。厝租、厝税拢会使，但是咱袂讲袂讲房租啦，房租嘛，因为华语讲房租。对啦。但是有的人你若习惯讲华语，人可能会混唔对。咱袂讲房租，咱无安尼讲，咱一定讲厝税、厝租你一个月厝税偌济钱？你讲租厝，你要交偌济钱啊？用着房这个字，一般拢是咱伫讲房屋税，你缴房屋税，专工伫用的时阵才用房屋税，但是一般房这个字，咱真少伫。房屋税就是家己厝去交税吧，共款。你啦房租啦，迄落厝租。厝税，这是咱共租，都是拢是住外口的。你要纳的这个钱，然后厝头家，因为就是厝头家，房东是厝头家，所以咱纳的是厝租、厝税，这两款拢会使讲。
讲到因为伊住伫即个免费宿舍，就免纳厝税，就免交钱诶啦。嘿，无毋对。加上即个纸厂内底其实工作人员非常济，当时生理非常之好。当然咯。所以生活算讲过了袂歹。逐个拢爱剃头长嘛，做代志无方便，你东西来加福底所以你就嘛会使知影讲当时中兴纸厂规模偌大，嘿，伊生活其实袂歹，伫迄时阵。当然，因为到尾因为即个时代的转变，中兴纸厂慢慢嘛没落去啊。目前即个中兴纸厂就已经变成你拄仔讲的，说中兴文化创意园区，就是甲即个华山文创园区，也是松烟共款意思，即伫宜兰的，即嘛是一个真有名的观光景点啦。景点，但是嘛是爱麻烦大家你尽量是完全解封了，你才去，你毋通即阵。现在疫情毋通啦，尽量毋通啦。原本的中兴纸厂其实嘛无完全消失咯。虽然咱即个即嘛原本纸厂的所在已经变成即个文创园区啊但是伊即个原本的员工有接手，搬去较后壁一丝啊，当改名叫做兴中纸业，中兴变兴中，兴中纸业目前主要做就是包装的包材，做外包装为主，甲纸嘛是有关系，但是主要是外包装，都无像过去，因为咱比如讲。即个生产啦，新闻用纸真少啊嘛，当新闻到底偌济份当真少人去看纸本啊。这讲倒来，即个陈顺景本人因为等有讲到讲中兴纸厂拄开始会成立，嘛是甲陈顺景有关系。那讲到伊本人，其实伊伫昭和15年就是1940年的时阵，也就是讲日本投降是1945年，差5年尔1940年的时阵。陈顺景捌有改善，因为战争第二届世界大战战争当严重的时阵，即个日本的即个态势开始发现讲，敢若无啥对啊，可能会出代志颠倒对台湾的要求，即个方面化搁较严格，拄开始颠倒无较严格，开始要求讲台湾人你都爱姓日本姓，改日本名你才会有搁较济即个优惠还是搁较济即个无共款的福利啦。所以迄个时阵陈顺景有改姓叫做光国顺景。光谷纯金，用日语的意思啦，就是好一个日本名啦。但是不管怎讲啦，时代有时代的要求，咱我都去讲。配合啦，配合。但是整体咱来讲啦，以劳动人来讲，大家拢袂使否认，就是讲陈顺景这个人真正是功不可没，功不可没就是功不可没，伊会使用台语来念，这是无问题。对这劳动的贡献，算讲占上大的功劳啦。所以为着纪念陈顺景，其实劳动有一条足大的马路叫做顺景路，顺景路是精神的精，毋是纯情，纯金路毋是纯情路，毋是足纯情的顺景路。对，规个路洞其实是有一个圆箍啊路安尼箍起来的范围，咱就叫做宽定道路。但事实上伊是切一半一半，其中一半叫做光荣路，对吧？光荣路，另外一半叫做顺景路，等于讲这两条拄好是合起来变成一个圆箍啊，甲路洞包掉做宽定道路。当然内底有一小小一段一丝啊是叫做东山路，迄段是属于东山乡，但迄段咱就先无讲，迄一丝啊尔。整个来讲，整个来讲，宽定道路是切一半，一半是光荣路，一半是顺景路。所以你若是为外地来，你要去即个罗东夜市，你要坐罗东夜市啊，会乱哩。你一定会经过即条顺景路。当然，因为宽定道路是条圆的啦，你千万毋通想讲我直直行到会使出去啊，无你就一直坐圆框啊，无法度。但是基本上你一定会经过即条顺景路，你就是即个路顶管咯。你以后你若看到即个路名顺景路几路段，你就知影讲就是因为即个人，但路东才会发展成即嘛即个款，这老热的，就是该有真大的关系。另外补充一下，陈顺景其实是一个台湾真有名的名嘴，咱名人的即个该有关系。安尼伊甲陈文茜、陈文茜，我有去查茜这字台语的念做茜，茜毋是欠，欠啥？欠钱还是欠小？无啦，陈文茜，迄字念茜，陈文茜。茜差不多。茜草就是较早会使做染料、做染料的物件，染布用的物件。陈文茜，伊是伊的阿祖。曾祖父阿祖，陈顺景是陈文茜的阿祖。安尼第四代去啊啦。
嘿嘿，第4代去啊，但是讲阿祖讲远嘛无偌远咧。日日本时代结束到嘛才70几年啊。是啦，但是看因有伫来往也无安就再有效啦。因为伊的爸母，我印象中我无确定啦，因为我无去专工去查这个人，但目前我印象中听讲是爸母有真早就离婚啦，所以爸爸这边的代志较少伫讲着啦，是爸爸这边。咱讲转来咱家己的即个日本时代过了的代志吼，日本时代已经过啊，日本时代为顶直接讲较单，因为日本时代发展对即个劳动有真大的影响啊。经过日本时代了，劳动的经济发展大致上已经算讲是底定啦，吼，都无就是安尼经济规就发展起来。当然，溪南溪北的心肝嘛，算讲是无改啊啦。哎呀，真心实啊，一直发展到现代，伊会变成什么款的方式出现在咱生活中呢？伊变成一款你有我嘛爱有的心态，竞争的心理，竞争资源的竞争。咱举一例来讲吼，比如讲伫咧溪北的宜兰市，有一座宜兰运动公园，对，啊，若是宜兰区宜兰运动公园，运动公园，嘿，运动公园啊，这座运动公园吼，伫民国67年1978年的时阵起的，当时阵台湾头一个结合运动甲休闲生活设计的公园，正大的公园，总共占地拄开始，敢若差不多8公顷左右啦，但已经变成27公頃啊，算袂细啦吼。伊最后占地17公顷啊，内底搭这几年有一个宜兰国民运动中心，对，所以也是做真侪运动啊。但是溪南人就会想啊，当时啊呐，溪北的人是人，溪南的人毋是人遐，所以敢讲溪南人无应该有一座家己的运动公园吗？啊，我若要运动，敢就要行到溪北去吗？走去溪北吗？就安尼，民国75年，伫咧西元1986年开始，总共一届起了7年才起完。到了民国82年，罗东运动公园正式完工启用，终于也完了，完成了，终于来完成了哈。啊，起好的迄当时是全东南亚上大的运动公园，伊号称啦，我是无去比较过，当时是安尼讲的。虽然甲你拼啦，啊，我还会记得时阵吼，我还足细汉的，迄时阵拄起好时候，还足细汉，我有去过迄个时阵的运动公园。有啊，嘿，拄起用的时阵吼。你会使看到公园内底上悬的所在，叫做望天丘。哦，是哦，嘿，你连区嘛会使，区嘛会使吼，区陵地吼，望天丘顶悬有采集者用一寡花花草草做起来，足大只狗的造型。因为你知影啥那是狗？太久无去我嘛，你知影啥那是做狗的造型无？安那咧，什么代志你讲啦？其实这就是讲罗东这个当时汉人吼来到罗东，包括毋是干那汉人啊，其他族群嘛共款来到罗东了，发现讲罗东这个所在有大片的树林。像拿来真济狗伫遐海来海去，海过来个海过去吼，所以是安怎这个所在叫做罗东，遮都有两个讲法啦。一个吼是较侪人伫讲，就是讲在地柑仔兰人。柑仔兰人讲这个所在叫狗叫做罗东吼，所以就是讲狗的意思。就讲这个所在就只狗，个汉人来就对咧叫，就讲这个所在叫做罗东，罗东就是安尼来。另外一款讲法是讲，因为咱顶一集有讲着小可提起着讲，这为中部来这个巴仔族，就是下一集会佫讲着吼，讲着这个巴仔族，迄时伫溪北小镇证书了来到罗东开垦，共款嘛是共款吼，看这世界拢是狗，所以后人嘛是共款用狗这个名称来称呼这个所在。啊，到底是哪一个？其实我有去查过这个柑仔兰语甲巴仔族语，但是因为伊拢是属于平埔族，就是语言应该是共款的，所以我查到两个发音拢差不多。狗这个字，这两个族群的发音拢差不多，所以咱刚才有法度讲，较保险的讲法就是讲，罗东这个名是平埔族伫咧讲狗的意思。但是到底是柑仔兰人传互汉人的，还是这个巴仔族传互汉人的，都无一定啊，不可靠，不可靠啊，无对。但是至少知讲是平埔族，所以。以后若有这个朋友吼来到罗东的朋友，你会使细个去个观察看卖，你会发现讲真侪所在拢有搞这个图腾、图画、图像、雕刻，全部拢有吼，拢是有狗的造型。啥有狗，就是因为这个罗东这个名，就是因为代表狗的意思，就是安尼来的。好啦，讲转来咱这个
K 南 K 北的心肝，咱有讲到，比如讲运动公园，就你 K 北有，我罗东哪会使无 ，K 南哪会使无？同款文化中心，咱讲主要目前宜兰文化重点是伫宜兰市，对，所以宜兰有一个宜兰文化中心，对。那宜兰人有文化，阮罗东人都无文化，当作阮敢若会晓趁钱所以心情就佫无介好，所以佫要开14年去一个罗东文化工厂，文化工厂顶下有讲俗语做俗称做菜龟饼菜龟饼对，菜龟饼是安那来因为伊拄起的时阵，敢若迄个饼伊内底建筑拢还袂起，开有14年才起好嘛，无啥那叫菜龟啦，但是因为拄起的时阵，菜龟就是丝瓜主要的建筑还袂起，丝瓜主要建筑还袂起，敢若起迄个饼都已经开真侪时间啊，迄个饼拄起好，大家毋知这嘛毋是停车场啊，毋是看无咧，敢若一个饼是要创啥，敢若菜龟饼咧吼，佫嘛在地人讲菜龟饼，所以你若要去找罗东文化工厂，毋知影路，要问路，你若讲菜，你若拄着老伙仔人讲菜龟饼伫搭伊，你若讲罗东文化工厂，伊毋知你伫讲啥。对，即个物件都罗东文化工厂。但是一般咱厝边就有人讲，我要去菜龟饼遐啦，就是你讲的要做溪南的这疫苗，这种疫苗，对，就是伫即个所在。毋对，罗东文化工厂，即罗东文化工厂当然伊有伊的故事，顶下嘛，大概有讲着讲以后凡是有机会甲大家讲。但是主要是讲，罗东文化工厂伊嘛是作为所谓的即个文化中心伫使用，也就是讲溪南的文化中心，嘛互人叫做第二文化中心。所以你溪北有文化中心，我溪南嘛爱有一个文化中心，袂使输啦。无错，佫有一个，呾真侪学校拢有所谓即个美术班。美术班，各中各小拢有即个美术班，溪南嘛有，溪北嘛有。即个学生啊，美术班学生若要毕业啊，会办即个美展，毕业美展就是毕业美展，因为伊的作品会展出来。美术展览啦，即个时阵就会分啊。你若溪南地区就会办溪南地区各中小美术班毕业美展，伫什么所在？罗东文化工厂，伊有一个所在，一个空间叫天空艺廊。我知。即个所在就是做展览使用的，就喺底下展出。即家长就使伫罗东看到咱家己的作品，不管你是东山人、苏澳人，你只要是溪南地区的人，你就使去看。来遮看安尼啦。若溪北的学生啊，作品绝对袂走到遮来展出，一定会伫宜兰美术馆。你宜兰美术馆、宜兰美术馆，宜兰美术馆展出伊就是顶悬就写溪北地区各中小美术班毕业美展，毕业美展共款，但是伊就写溪北地区。真诶吼。其实讲实在，拢无去注意咧。即学校的学生有遮济嘛？其实嘛无，美术班是有法度偌济人。但是伊作品嘛有遮济吗？嘛无可能啦！你要搭一遮多产的遮学生。你真是吼，有影。先来分溪南溪北。真深哦，迄落玩手结真重。大概重啊，对啊，因为你要叫溪北的遮家长经过南洋大桥来去甲溪南看我囡仔的作品，你真个歹。你安尼讲吼，溪南你讲溪南的家长讲我经过南洋大桥去甲宜兰市好远的作品，遮尔远，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就算你作品明明都无遐济，嘛是爱分溪南溪北。安尼分甲真清楚就对。其实过了10年前开始比如讲学校拢有一寡篮球比赛，县内可能有所谓的县内杯宜兰杯即款的县内比赛，嘛是会先分溪南地区、溪北地区，咱比好两边再来比，所以自然你即款竞争的心态就出现。嘛有即个真正熟悉朋友嘛，互我一个回馈，就是讲伊。听了咱顶一集，你讲溪南溪北讲确实伊之前伫学校时，伫宜兰时也无感觉，去到外地拄着朋友伊是宜中的，宜兰高中出身的，宜中拄着即个同学是罗东高中出身的，罗东高中罗高出身的，我俗称都罗高甲宜中，迄两个迄个心态都无共款，就出来宜兰甲罗东的心态就出来啊。这应该是讲阮两个无共校个吧？应该无共校尔，溪南溪北因为。溪南就是以罗东为首，溪北就是宜兰为首，所以就迄心态无影响啊。所以我讲这是咱讲这叫做社会基因，已经200多年来写伫宜兰人的体内。你只要自细汉伫宜兰大汉，你无法度避免这个物件，你这个心态自然就走出来。你毋是讲你会去讨厌另外一边的人，但是
溪南溪北即个分野你自自然就会分啊啦。对，比如讲，恁迄边的人，阮伫咧即个宜兰市有一间一间病院，叫做阳明大学的病院，阳明医学院的成立的即个病院。吼，伊进前伫疫情进前，其实伊是有做即个。会派人去恁个厝老岁人厝内吼，去即个独居老人吼，一个人关怀去量你的即血压吧，吼，应该是量血压，不是体温是当地量的啦，吼，关怀的对，去甲你关怀，看你环境啥物看到呢？你若去甲伊大厅吼，病院大厅你就看到，伊就有写溪南地区、溪北地区。嘛去嘛佫分啊，就对啦。咱即个做即个预防社，拄开始会使自身是爱去集中嘛，吼，嘛是分溪北地区，就是伫宜兰运动公园，吼，溪南地区就是咱拄仔讲劳动文化工厂，吼，所以全部拢会安尼分。哦，真诶吼。甚至即个欢乐宜兰年、欢乐宜兰年是即个宜兰真重要一个。过年的活动，一般的活动吼，其实过年期间无伫办，因为大家拢休困嘛，吼。但是公部门，即个宜兰县政府特别高压榨，真高拍真高拍。趁即个时阵吼，尤其围炉迄工吼，你若是伫文化局食头路的员工，拢有即个要求，是尽量你爱留来斗3工吼，办活动，互大家围炉，当去围炉嘛，吼，伫厝内围炉迄工食好了，无代志做啊，莫规工坐伫即个碰椅顶管看电视，吼，大家做伙来去即个所在去耍吼，啊伊准备一寡游戏，做准备一寡表演，大家做伙耍安尼嘿。遮个人就是无法度围炉的人，就是为着互恁围炉好，再有所在去，所以电到阮家己无法度围炉安尼。反正即个活动欢乐宜兰年已经20几年啊，已经真久啊。伊原则上伊是每一年会办伫无共款的乡镇吼，表示公平。对。嘿，反正伊嘛伫东山办过吼，嘛伫宜兰办过，伫罗东办过，四界走吼，伊山安尼四界走。有一年吼，几落年前啊啦，有一年伊办伫即个咱拄则讲的中兴纸厂，佮把改做即个中兴文创园区吼，文创园区即个所在，为着要扰动即个所在，拄开始成立嘛，吼，希望提高伊的知名度，嘿，互大家了解即个所在，吼，所以就办伫遐。因为伊北地有宽，吼，伊内底停车真方便，嘿，你会使吸了真侪人啊。停车场蛮大的，对，你要做表演做啥拢真方便，所以方便袂歹。好。第2年伫讨论讲，咱即届宜兰年要办伫什么所在时，佫想讲，无咱今年嘛，佫办伫即个所在好啊，因为我讲环境袂歹，方便嘛袂歹，大家反应拢袂歹，好啊，无咱来本来已经伫规划啊，所以因为迄时我的同事伫负责即个代志吼，伫规划的时阵就开始以即个中兴纸厂，就是中兴文创园区来做规划，讲即个北地我啦停车安那规划吼，舞台要伫倒位，已经规划到一半。发生一件代志，县政府雄一通电话来，我若无记毋对，迄个时阵是即个林聪贤的时代，就是到尾去做农委会主委，当然是即个畜产会的当署长，当时伫即个畜产会，宜兰县长啦，迄当时伊是县长，向县长设一通电话来讲，该去宜兰市的中山公园举办，我当时黑暗面，你知道吗？是安那，因为我所有的规划拢是为着即个所在所设计。你当一届伫公园的用地，公园的用地甲来甲即个纸厂用地完全无共款。公园是大部分是土地吼，是土嘛，所以宜兰佫够雨水。你若是一落雨，我是要安怎处理？足困扰的。周边的停车空间要安怎处理？因为伫旧城区附近，你无法度有遐济停车空间。迄是老热区呢。嘿，所以你真歹停车，要安怎创，真痛苦啊！所以无法度逼不得已，就要该去遐办。啥那即个代志，啥那会发生即个代志，就是因为溪北的人开始无欢喜啊，讲你想看觅，依然有几个大型的活动，春天是绿色博览会、绿色博览会，主要拢是伫东山，一般是伫布拉坑五老坑，咱讲布拉坑大石沟啊，兼城水查某，即个布拉坑五老坑是伫咧东山乡的一个所在，绿色博览会。那有连续几多年办伫生态绿洲，但生态绿洲嘛是属于东山乡，讲溪南嘛吼，春天的活动伫溪南。热天办童玩节，童玩节是伫五节的清水公园，东山河清水公园。虽然叫做东山河是讲即个河流发源是伫东山，但是伊主要的即个公园啊是伫五节乡，所以嘛是伫溪南。
所以你热天你春天热天活动拢跟伫溪南嘛。你打犹阁连续2年要甲即个宜兰年上重要过年的活动嘛办伫溪南，哪溪北的人毋是人？无留者人。嘿，阮要参加这活动就全部要经过南阳大桥去到恁溪南就对啊。去到遐有够远的，哇，因有够远的。你溪北的票拢买啊，溪北的选票拢无想要爱款。这就去参加就变成政治的问题。所以你就知影讲溪南溪北这个竞争一直到现代，这几年前的代志了，这4-5年前的代志了，还一直在发生。这是安尼这个算是无解的代志哦，这是真趣味的代志哦。所以一直讲经过这个南阳大桥，南阳大桥其实对我来讲，我常常感觉讲，伊是一个真特别的心理的结界。结界的意思就是讲。你看袂到，但是要经过这个桥，毋知啥对大家来讲足困难的，尤其小可有无形的一个敢若壁安尼，真歹过去，真歹过迄个所在。我有发现这个代志，比如讲我进前伫带一阵志工，咱做志工，志工较早讲义工，其实义工跟志工无啥共款。志工有算点数，差不多意思。无算钱，但是伊是算时数。义工是完全义务的。义工较像是讲一款做义娘的，比如讲我庙的内底，大家来斗相共做义工，做义娘，完全是服务的。咱叫做义娘，对无？但是志工其实是有一个志愿服务法，一个规范，你要运用的单位应该做什么代志？爱替因保险，爱做啥？这拢是有规定的。爱个配合。这阵志工真侪拢是较小可有会人，捌带过因啊。咱就讲，咱来，比如讲伫罗东的时阵，带因的时阵，可能讲咱有参加办一个活动，伫咧东山，大家就去东山。来伫咧苏澳，咱就大家去苏澳。我来讲伫咧宜兰，大家那遮远。其实罗东要甲东山算还好，差不多甲宜兰的距离差不多。袂来是咧算时间上。但是若去甲苏澳，其实是比去甲宜兰较远。但是去甲苏澳，大家无感觉。因为讲要去甲宜兰，都那遮远。真是咧。大家都反应都无共款。好奇怪啊！所以会使讲。南阳大桥变成宜兰人吼，南阳溪顶原这座桥变成一个结界吼，但是大家要经过这条桥足困难，敢若无法顺势的感觉特别远安尼。其实是时间上是没有啦。对，伊就是发展成咱宜兰200年来一直影响到现代这款的心态，足特别的宜兰就是宜兰人溪北有溪南就袂使无，溪南有溪北嘛袂使输，就这个问题。这是咱上特别的所在哦。所以以后咱若来甲宜兰的朋友，你若是宜兰人，两边公园拢会去看买啊参考者。宜兰公园、罗东公园拢足水的啦。尤其罗东运动公园，因为是日本的这个相集团来做设计，做到非常之好，内底真大，经过遮侪年来，同款是遮水。对，但是毋是日本时代做的，是咱邀请日本的团体来做的。开始设计了真好。我印象中就是捌安尼吼，伊早带我迄阵啊去罗东运动公园10多年前了啦。我可能阵开车，停车场有几落位，哇，偌可怜，你知无？恁个少年的时对无对？我带阮老母过入去，找停车，找我迄台车，歹找点外钟。人济是真济，是人济，停车场济，咱家己吼。目色无好，记忆无好，找无车好开。到买新真真好笑。遐有一个湖啦，湖边因为附近的建筑真水，带囡仔算真方便，真好。欧洲，很好，不错啦。有机会吼，会当来去甲看卖者。南阳大桥，咱的这个结界，就是咱上特别的所在。另外，还有一个物件，咱顶下有讲，会小可提到讲政治的代志，但是这政治毋是讲什么党的问题，是你讲。咱以历届宜兰的县长民选的咱选出来，这种代理的啦、官派的，拢先莫讲，就是民选的来讲，头一个叫做罗赞雄，罗赞雄是伫头城出身的，因兜罗家搁伫头城一间厝，卢宅真有名，伫头城遐是属于溪北。因迄个罗玉芳较有名。过来一任是甘阿炎，甘阿炎是伫总委嘛是溪北，过来有一个是台湾省政府委员代理的做。这叫做汪月桥，这咱想卖管伊毋是民选的。过来林在天嘛是头城，过来一个上特别说陈进东是罗东，大部分拄开始宜兰县长内底前半部大部分拢伫溪北，唯一敢若一个无共款，就是这个陈进东，但是伊较特别是东山出身的，但是伊主要活动是伫罗东，包括开医馆嘛是罗东，伊是医生。
真有名，伫宜兰非常有名的医生。对，较早讲陈进东假会着看影珍珠丸一招，就是讲伊真正迄时阵非常有名，风评足好诶，风评足好诶安尼，伊有选调即个宜兰县长，除了伊是顶半部，除了伊是即个罗东来，其他全部拢是溪北诶。一直到李鸿明为止，拢是溪北。李鸿明了后咧，咱拢先莫管时代啦，咱先时代先莫讲。李鸿明了后过来就是咱目前打过最有名做陈定南，陈定南，当然无伫哩啊，我做过服务部长，迄个人称陈青天，是三星台州是溪南吼，过来尤锡坤伫东山，尤锡坤有做县长。尤锡坤做过县长啊，袂记啊，对啊，嘛是东山，尤锡坤嘛是当时立法院长遐，我若无记。伊早即马是无，我毋知无。当时立法院长啦，吼，过来老守成、罗东嘛是溪南，吼，过来李国华较特别咧，即个嘛是较特别，伊是宜兰诶，但是即个溪北诶，敢若做一届，过来拢溪南诶，敢若伊溪北，但溪北敢若做一届都来啊，吼，过来林聪贤，咱当讲林聪贤，罗东诶溪南，吼，一直到目前即个林祖苗，罗东嘛是溪南，即马拢后半段换溪南诶。即个溪北换到溪南，除了陈进东较特别，咱莫讲以外吼，为李鸿明转换到即个陈定南即个时期吼，除了是国民党政府结束吼，就是大部分拢头前甲李鸿明拢是属于国民党诶政府吼，到尾陈定南开始甲毋是，都民进党嘿。但是中画一条线，即个时阵是李鸿明结束是伫1980年代，迄个时阵，迄个时阵1980年离打几年，差不多40年，吼，是台湾经济发展上快速的时阵，嘛是人称叫做亚洲四小龙。咱迄时阵捌讲过台湾叫做亚洲四小，台湾钱当伫印卡巴的时阵，所以即个代志就特别是拄好对应着即个罗东伫咧日本时代发展的时阵，拄开始嘛是因为经济发展起来，开始讲话红声罗东较开始度争取着资源，对无？共款宜兰伫即个经济。全台湾经济发展起来的时阵，嘛为即个重心，即个选县长即个重心嘛为溪北刷去溪南，即拄好一个真特别的对应，我嘛毋知是安那吼，虽然无同时代，但迄对应的形式真像，这是我讲较特别。敢轮回啊你？无毋对，好，咱今日主要甲即个溪南溪北吼，心甲200年，心甲总算做一个总结啦，然后全部互大家了解嘛，希望讲大家以后有机会来宜兰，算也是你若是宜兰人去观察看觅，去个比较看觅。你无一定知影即款的历史，但是你一定会知影溪南溪北即个用词。为什么要写溪南？为什么要写溪北？安尼你就知影。好，今日咱的节目到这为止。你若是听了有解，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嘛，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 Box 吼留言互我。另外嘛会当到即个 Instagram、Facebook 找找亚特聊聊天来甲我互动。所以咱到后礼拜再相会。好，再相会啊！哈，感恩，谢谢，拜拜，拜。